你炒咗幾十年嘅菜心，有可能係錯嘅。點解酒樓炒出嚟嘅菜心比你喺屋企炒得好食呢？你以為係科學問題？錯，呢兩個關鍵原理冇幾個人講過喎。我教你炒咗酒樓水準嘅菜心，豬妖反賺啊！開波！好嘅菜心決定口感嘅第一步，有3步決定呢個菜心一定 very good 啊！第一步菜青綠啊，第二漏熱，第3步起慳紋啊。深秋同冬天係非常好食嘅菜心。嗱，第一個關鍵嚟啦，點解屋企做嘅菜心3蚊雞，但喺酒樓賣你50蚊啦？大幫仔呢度，我啲團隊堅持咁做，用冰粒雪一雪咧，破壞纖維，令佢啲菜心重新回甜。點解有個老話叫經過霜凍嘅菜心特別甜呢？就係原理啦。嗱，菜心酒樓賣50蚊有道理嘅，食條心嘅啫，成率咧肯定低嘅。剪咗菜之後咧，少咗水分，咪香啲，菜味足啲咯。咁其他啲滾個菜湯。我呢一份咧係屋企嘅菜心啊，冇浸過冰水嘅喎。咁呢個係我浸過冰水嘅。等間我炒2份俾大家睇，睇下你就知區別有幾大。燒8隻鑊，我哋先炒第一份啊。屋企都係5比油炒啊，2分半3分鐘啦。咁啊熟啦菜心。嗱，你哋平時炒完係咪咁出鑊啊？撈。第二個關鍵，攞個炒多份俾你睇，記得做筆記啊。重新起鑊，俾2滴豬油啊。第二碟菜，兜2下，歸鹽落去，冚蓋。重點嚟啦，灒啲水落啊！我灒2次啊！點解冚蓋再灒水？水同油一碰撞產生蒸汽，喺最短嘅時間保持佢脆嫩，1分半鐘之內搞掂佢，咁可以食到鑊氣嘅香味。你哋有冇試過咁做啊？評論區交流啊！好明顯嘅，一個熟度，另一個顏色完全唔同嘅。你睇到咧，佢係收身啲嘅，因為屋企咧驚佢唔熟嘛，我咪炒3分鐘。菜味有㗎，淋咗銀咗冇種脆甜。呢個咧冚鑊蓋灒水炒法啊，明顯係唔同嘅，菜心都翠綠啲㗎啦。嗦聲，夠脆夠甜夠爽口，保留菜味啊！一個簡單嘅步驟可以產生咁大區別。其實想做出酒樓嘅水準好簡單，唔需要好高超嘅粵菜技法啦。關鍵係將啲原理搞清楚。如果唔關注，你真係。其實喺屋企咧，火力係夠嘅，只要跟住樂哥學，樂哥絕對唔會用我烹調技術，好兒戲同大家講，一定係嚴格咁講我嘅烹調技術，教呢樣嘢，你翻去試下知，一樣炒咗酒樓水準嘅菜心啊！